挺好。行，那你刷牙洗脸去。对，行好。看着方一凡小时候，你看这挺好的，跟昨天似的。行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人真是的，好事你也哭，伤心你也哭，你眼窝子也忒浅。哎，突然有一灵感，孩子名字我都给起好了。叫什么？叫朵朵。为什么叫朵朵呀？躲躲呀，就是咱们想躲过去，但躲来躲去的没躲过去。我不要，难听死了。不好听是吗？那换一个叫淘淘，淘来淘去没淘掉啊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叫碧碧。为什么叫碧碧？回来喽。嘿嘿，干嘛呢你？这怎么样你？挺好的啊。怎么了？情绪不高啊？高不起来。为什么呀？你儿子成绩出来了，467分，前天我就知道了，没顾上跟你说。啊？还是这么低啊？哎呦，你说这方一凡这，哎呀，这学习怎么就这么费劲呢？啊，他数学才考了76分啊！那，哎呦，那不行，这让人给他报个班再突击补一补，这怎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弄啊？你说他这2本都不够啊，这1模的哈。啊，这还好，反正咱还有3个那个艺术院校那通过的那个，不行上那个呗。那个要能上，我愁什么愁啊？那不都通过了吗？那个通过有什么用？那个是要看专业课排名的，专业课排名靠前，你这个分差不多。他现在专业课排名靠后啊，他必须过1本才行啊。起码得2本是吧？才保险呀。上不了那个，起码能上个大学呀。那什么别的法子没有？我这不是看着吗？那天我去宋倩那儿，宋倩给我说了，她说我们这儿的学生啊，其实可以考台湾大学。啊，考台湾的大学啊？还能考台湾的大学？对，然后只要2本上线就行了。那也还行啊，上台湾，对吧？上台湾大学啊，当然可以吃牛肉面，爬阿里山，想什么呢？凤梨酥，那试试研究研究吧。是我不是看吗？我看看他什么流程政策。瞅瞅。但也必须要过2本哈。以他这个成绩，过2本不容易。你说咱们俩学霸，生一小学渣，气死我了！怎么生的？这怎么是我？又不是我一人生的，这是咱俩合作的呀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也别上火。其实学渣也有学渣的好处。学渣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没看前段网上有个段子吗？说学霸就像磊磊这样的，学习成绩好，考完了北大考清华都能考上，之后呢读研究生、博士生、博士后，完了是出国当访问学者，去完英国去法国，去完法国去美国，绕世界乱转，最后怎么着不回来了，对吧？你要想见着他，有天他功成名就了，基本就在手机视频上跟他见个面，1年能见1次，就算你幸运了。但是学渣就不一样，像咱方一凡这样的，就在附近找一个什么野鸡大学呀、什么社区大学，随便考一个，找一工作，社区工作，在咱们这个物业管理人当一个这个物业管理经理，每天陪着咱们，等咱将来一岁数大了，是吧？推着咱们出去晒太阳啊，陪咱们去吃火锅啊，带咱们看电影啊，附近公园转一转啊，都是他。将来到医院陪着也是他。所以说，学渣有一天，他就是来干嘛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来报恩的。那我不要，那我还是要升学霸，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，我不要他来报恩。那什么吃火锅干嘛的，你陪我就行了。合着我是来报恩的。咱再看看这台湾这你看这个 FP 那。真的决定要了？真的决定了。他们现在正起名字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一直跟文杰说，这个孩子就应该留下来嘛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芳芳，我好羡慕你，我一直想要个弟弟妹妹呢，多好玩啊！现在看来啊，我只能蹭你的弟弟妹妹们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我的弟弟就是你的弟弟，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，我反正就是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不就是你的弟弟吗？以后我就叫你姐姐。那我这现在就可以玩了，可以玩了。拿走。姐姐。
我做了汤了啊，一会儿喝汤好不好？热乎乎的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咱这一家啊，其乐融融，真好。把那递给我。等着啊。等会儿我帮你。来，我们仨干杯照一张。来，我发朋友圈。真好，真好啊！谁跟你是一家子呀？嗯，胡说八道的。你信不信？现在英子肯定盼着我回归家庭呢。是。他呀，还盼着上火星呢。你也都帮他实现啊！我同意。哎，你们怎么光这么吃啊？不蘸酱的？啊？这个酱，哦，给撕开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蘸过中式的酱吃啊？中式啊？啊，没有。我给你们找一点别的酱，有没有试过豆瓣儿的？啊？豆豉的？酱豆腐呢？酱豆腐，我吃了。好吧，我可试过，我试过的，味道绝对的奇特。对呀，那味道绝对特别特别。等着啊，我给你们拿去啊。谢谢阿姨。真能吃吗？我去给他们拿去。英子，爸爸宣布一件事情，正好一凡和磊儿也在，给叔叔做个证。爸爸和妈妈复婚了。爸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妈是真的吗？对对。爸爸，我爱死你们了！爸爸也爱你，爸爸也爱你啊！恭喜！来，恭喜！来，孩子们，来，咱们双喜临门啊！来，干杯！特大新闻！我跟你们说，哎，怎么鞋都不换？不要咋咋呼呼的，怎么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刚才我还有磊儿，还有乔叔叔、宋佳阿姨。行，打住，翻译翻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啰嗦说不清楚。磊磊，你说怎么了？就是乔叔叔说，他要和宋琪阿姨复婚了。复婚？这乔叔叔亲口说的。那宋阿姨怎么说的？宋阿姨她就笑。是怎么笑的？我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不对呀！宋茜要是跟乔卫东复婚的话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先告诉我呀。而乔卫东也会跟我嘚瑟一下啊，对吧？前2天碰上我还跟我说呢，说这回回来就是为了英子，没提这复婚的事儿。这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说乔卫东要是一冲动提出个复婚，他那个性倒有可能，但是宋老师不应该啊，这么理智一个人，他不可能瞎答应这种事儿。那咱上去问问去。哎，这事儿不能问，这人家真打算复婚，自然会告诉咱的。你去打听人，以为打听人家隐私，这多不好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没打算复婚，再上去瞎问，这不尴尬吗？这，我跟宋茜是有什么尴尬的呀？那不这种事还是啊，你这边我去。谁呀？来，我来，去，你的谁？快递。哟，英子，来找咱们俩玩是吧？去吧。哎，我问你，好，去。你妈跟你爸复婚了？对啊，真的呀？哎，小心这个，哎呦，好，高兴的吧他？我请他们看电影去庆祝一下。去吧。妈，你来。你看把他高兴了。哎，这孩子都这么高兴，他应该8、9不离7是真的吧？那是。我就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乔卫东对宋茜念念不忘。你说乔卫东这是什么行为啊？啊，好马不吃回头，不是这意思。兔子不吃窝边野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狗是乔卫东，但是宋老师肯定不是屎。哎呀，行了。那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这宋老师肯定还是有点意思的，是吧？宋老师没有缝，乔卫东也不可能往上扑啊。我觉得还是因为英子吧。不，这事儿这样啊，一会儿咱俩上去道个喜，真的假的，一道喜一摸底，自然就清楚。可以。
宋倩，宋倩，没啥叫唤。那个方儿给我发信息，说英子看电影去了，我不放心，我过去看看去啊。你给我回来！怎么了？红姐给我发了，俩大男孩保护她，你怕什么呀？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啊？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上个厕所磨磨唧唧的那么半天。说吧。乔晓东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想起一出是一出，谁答应跟你复婚了？我这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吗？你看英子知道咱俩要复婚了，孩子多高兴啊！就为了他高兴，你就顺着他瞎说呀？那将来怎么办呀？将来再说将来，孩子现在痊愈了最重要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我绝对不会答应的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啊？我是为了英子，英子高兴了，咱俩就高兴；英子难过了，咱俩就难过；英子抑郁了，咱俩就抑郁。现在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哎呀，道理我都懂，可你这还是在骗他呀！你将来怎么说呀？你好好想想吧，自己刨个坑，自己去填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来了，谁呀？哟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我问你说为什么我们来？快进来，进来。恭喜恭喜啊！我听凡凡和磊儿说你们俩要复婚啊，这是几个意思呀？为什么？乔伟东，你看，假的。这么回事儿？哎，朋友，佩服你。乔伟东，你行啊你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张口就来。你问过宋倩吗？她同意吗？就是完全是无赖行径。是啊你。你要是打算把那个生米给他弄成熟饭，你是不是应该把火先给拧开呀？方圆，是我呀，真没想跟宋倩复婚，我就是口头这么说说。那不是欺骗英子呢吗？不是，你看啊，这次医模考试，英子考得非常好。那什么原因？不是因为咱俩关系缓和了吗？所以说呀，咱们俩好了，英子才能好啊。哎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老乔这，我能举手发个言吗？我严肃认真的说啊，我觉得其实乔卫东啊，他刚才这个想法啊，也不完全不靠谱，还挺贴谱的。不是，你先别批评我，不是，你听我讲，他这事儿，他是从孩子出发的，是吧？他首先想的是孩子的事儿。他从孩子的角度出发，我觉得这他还是这事还是对的。英子现在是等于是生着病的，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他都需要一个时间来慢慢的缓和这个事儿。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心结没有那么快就能打开。他的心结是谁呢？心结就是他们俩。你在孩子心中啊，爸爸妈妈是朋友，你俩现在是朋友了，和爸爸妈妈是夫妻，那还是不一样的。那他老觉得这朋友的关系还是没有夫妻的关系牢靠，他老担心呢，万一哪天你俩不是朋友，爸崩了，他可能又崩溃了。第二点，对不对？英子这回医模考试成绩不错，说话就高考，还有2个多月，可能这就是个转折点，也可能这咔一转，英子彻底好了，也可能没转好，更糟糕。这样说啊，他没征求你的同意，这绝对是他的问题，乔卫东，你这不对。但是他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，所以他想还是为英子身体考虑，这事儿也不完全不靠谱啊。老乔，我支持你。方圆说的对，我作为英子的爸爸，我受点委屈都无所谓，为了孩子嘛，是不是？说难过，哎，我为了孩子，我受点委屈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不是乔卫东，哎，你跟宋倩复婚还委屈你了啊？宋倩，我真没想跟你复婚，王八蛋才想跟你复婚呢！我跟你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不是他不是这意思，他是说他要是喜欢宋倩，他就是王八蛋，他不是说别人是王八蛋。行，你别解释了你。宋倩，你这样，你不是擅长出计划表吗？你出一个计划表行吗？咱定个制度，你说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我坚决执行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也别逼他了，让他好好想想。好了，宋倩，宋老师，他也是为孩子好，是吧？他这个啊，行，都不说了，行，我好好，别生气，我再想。哎，说点高兴的事儿。哎，听说没有？我们决定把这孩子留下来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对，挺
听俩孩子说了。对，说了。对，本来也没说要打。对，我们俩就是犹豫，本来想着来着，但是后来一想，说还是留下来吧。对，也是你的主意，不是，前面是我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他干的。那倒也是。哎，你这样春节前生还是个小珠宝。那可不，哎，而且我们响应国家号召，坚决生个2胎。真的，我前一段还看了一个那个网上有个视频节目，你知道吗？说人家美国用了90年，人口才老龄化到了深度老龄化，咱们30年，就因为前面的计划生育。你说，咱不说那计划生育的事了，但是确实是啊，所以现在生2胎就是属于为国做贡献了。对，再有难处我们自己扛，对不对？我们绝对不能给国家添负担呀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还有干妈呢吗？就是我是干妈啊，哎，记着啊。是啊，当然要是能再生个女儿，那就完美，儿女双全。女儿好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是生不了2胎了，要不还是要个女儿。但我跟你讲了，乔，生2胎这个跟男的没关系，关键是看女方。你找一年轻的，随时就生了，真的。你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着？这乔卫东说的。我没说话呀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我给你煲了个汤，一会儿孩子回来你们可以一块儿喝。哎呀，你别玩手机了，哎，你少玩手机，这有辐射。你有毛病啊！手机能有多少辐射呀？多少有一点吧。你这忙什么呢？我想给俩孩子买个保险。嗯，旁边人买什么保险啊？就是你看人外国家庭不是都是孩子就很小就买保险了吗？我觉得这观念挺好的。你看我挑了一个平安符，我想预约个客户经理聊一聊。回来了。哎，电影好看吗？好看。看的什么电影啊？啊？哎，等我。哎，我妈呢？啊，在床上躺着呢。妈咪，阿姨，回来了。怎么样啊？今天电影好看吗？挺好的。好看。挺好看的呀。啊，嘿，方一凡，下去，你脏了吧唧的，是啊别他妈床上蹭，你这都是细菌，赶紧洗手去。洗手，吃点东西去啊。正好包了汤先去。休息。没事，你先洗吧。我先洗手。方一凡，爸爸想跟你聊两句啊。你这回这个一模成绩可是有点不理想吧？啊，我不会像妈妈那么对你那么严厉的，但是不是成绩适当得过得去啊？你不能老想着你那个什么3个什么艺考那通过证，对吧？你艺考过了也得有高考给你保驾护航才行啊，要不能考得上吗？最好啊，稍微抓点紧，行不行？哎，爸跟你说一好事啊，乔叔那给英子之前报了一个什么线上教育，啊，不用本人去啊，你跟家里拿个 iPad 就能学，叫掌门1对1，说上面都是金牌教师，特别好。他这英子现在人年级15，啊，肯定用不上了，磊磊年级第1都用不着了，人乔叔正式把这送给你了，行不行？咱用这最后2个多月时间稍微突击一下，好歹你够个2本，对吧？万一你要是那个艺考那个，你那专业名次又不是很高，万一考不上，你好歹是不是能上个2本？或者爸爸就把那什么账号密码都给你，赶紧跟人老师约上。行，好吧，我努力啊。我问你啊，他真跟你要复婚啊？哎呀，那天不是就说到那儿吗？也是为了英子。哎，我是才不会理他这茬儿。你真这么想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干脆就复了也挺好的呀，不是英子我想你们俩复吗？他想得美，他想复我也不会复的呀。是吗？你干嘛？你是没心操嘞你？谁说我没心操？烦死了！又说方一凡的事儿，怎么办啊？你说他这成绩？哎呀，他一模还是有进步的，你别太悲观了好不好？进步的跟蜗牛爬似的。别这么说他，倒是你怀着孕呢，你才应该像蜗牛爬。哎，文姐，哎，宋老师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妮妮妈妈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及问候你呢，有宝宝啦。哦，是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弟弟呀，你家凡凡在学校大肆宣扬呢。啊，我这哥是死孩子，我跟他说别出去说，别出去说。还没满3个月呢，不能往外说呀。对，哎，对，没到3个月是不能往外说，帮我保密啊！放心，好事儿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你这是美滋滋从哪儿回来呀？我刚做了个瑜伽，然后又做了个美容。弟弟一不用我操心，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。你们家迪迪是真好啊！
哎呀，他是命好，人家现在把暑假生活都安排出去了，说要进山做活动。啊？暑期的活动现在就安排了？什么活动啊？叫柠檬小巨人儿，还是公益活动。哎，就是进山带孩子们一起教他们戏剧表演。哎呀，一边玩一边公益呗，真好，太羡慕你，太能干了。哎呀，哪儿教的真好，哎，都好都好。我回去做饭去了啊。哎，你忙你忙，哪天咱们再好好聊啊。好，别说去，放心，我嘴严了。不是，拜。你说这方一凡是不是大嘴巴？哎，他也不会说这话。这你还不放心？明天啊，全院都知道。人不是说了吗？他嘴最严。干嘛打不成这样？看看这个，不是说好咱就说说吗？你怎么还真做2个假证去啊？咱闺女冰雪聪明，你不办个假证，你说她能信吗？得有说服力，把这事儿做实。你看，做假证不犯法啊？这我自己做的。你还有这本事？那可不，多才多艺的，快！你自己做是不是也犯法的？咱又不出去骗别人，就在自己家里让闺女高兴高兴，能考出个好成绩。哎呀，那你这做的也太假了，这一看就是假的呀！假吗？是，咱是骗孩子，但咱不是骗3岁的孩子，咱家姑娘都18岁，这一眼这他18怎么了？18他那么笨，他也没见过结婚证呢。啊，他又笨了？不，那这假吗？这你看这章都是糊的。所以这个事需要你的配合。我怎么配合呀？姐也不说话。拍电视剧呢你？来，看看今儿咱吃什么？什么情况啊？今天这么丰盛？哎呀，你要喜欢，以后天天可以这么丰盛。真的？看看妈妈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不是妈，你咋还涂了个口红呢？漂亮吗？漂亮。今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今天爸爸妈妈，让我来猜猜，你们今天不会是去领证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咱闺女冰雪聪明。行了，拿出来吧，给孩子看看啊。真的？啊，真的去领证了？啊！我的妈！让我看看这个。哎，我你们也太激动了吧！行，好了，那个，行，看看得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弄脏了，你弄脏了。你们这照片是不是有点糊啊？都不像你们自己了。啊，嗨，
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怎么拍也拍不好了？是，我和妈妈轮廓现在都不行了。好了啊，有了他啊，就证明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咱们一家三口是一家人了。吃饭，吃饭，耶！哎呦，吃饭，要喝下。这个嘛，别瞎闹，这个，妈，我这口红呢？哎呀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快吃，这个，哎呦呵，耶！怎么样，踏实了吧？踏实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？庆祝！不要庆祝啊！来，开酒啊！好，不喝，我庆祝一下。那我要喝可乐。喝这个，喝，孩子爱喝什么喝什么。喝可乐。我倒在那儿，我去拿。拿底下的那个。哎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傻乎乎，我根本就没看出来是假的。耶。干嘛？没事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刘江，咱们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各项指标都不是很好，我看咱们还是去瑞士吧。哎呀，早治早好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放心啊。今天呀，陈书记跟我谈话了，希望我呢去中海市调研一段时间，说中海市委班子会有新的委任。我觉得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我就想留在北京，陪着你，陪着洋高考。去中海调研，那是不是要提拔你啊？陈书记说，组织上需要我呢，负责中海的全面工作。那就是市长啊，你应该去啊。我现在没心思，我已经跟陈书记表过态了。咱们折腾了大半辈子，这是你的理想啊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做一方父母官，造福一方，这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是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漂泊了大半辈子。现在你生病了，杨又要高考，我就算没有理想了，我也不想再漂。咱们一家人应该在一块儿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这个家好，但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决定。当初你妈去世的时候留下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在事业上有成就，能够为百姓多做事情。况且你才45岁啊，正是年富力强，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。瑞士我不去，我就留在北京，在北京做手术。在北京做手术？我今天给陈医生打过电话了，正好我这期化疗也快做完了，下周检查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安排手术了。当初你是选择不做手术，咱们才化疗的，你怎么突然又想起在北京做手术呢？也不算是突然吧。当初北大的教授，他不是就是建议手术的吗？那时候我觉得做了手术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嘛，所以才选择的化疗。还有那天你跟洋洋、刘铮，你们3个演的那出戏，
非要让我去瑞士，我就觉得太折腾大家了。尤其我看着洋洋每天担心的那个眼神，还有你为了我耽误了工作，我心里不好受。刘静，你不要有杂念。我和刘征啊，认真研究过了，选择去瑞士治疗是对你身体伤害最小的。要不，你再考虑一下。那天晚上我回来，我就考虑清楚了。老季，能拥有你和洋洋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了。以前咱俩到处跑，愧对了洋洋，这是咱俩最大的遗憾。这1年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再去瑞士，那咱们仨不就又分开了吗？而且还错过了洋洋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，那这个遗憾不就更大了吗？其实，身体上的完整不完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家完整，那才叫完整。真是造化弄人啊！回到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没想到竟然躺在了冰冷的地上。乔海东，怎么着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是不是约法3章全忘了？爱睡不睡？没忘。不许上床，不许无故和你搭讪，不许打呼噜。你这约法3章，哎，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不许打呼噜，这我都睡着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打没打呼噜啊，我控制不了啊，这。那我可管不了，你打呼噜我怎么睡啊？我睡觉轻，你不是不知道？爸妈睡了吗？啊，英子，有事儿啊？我那个充电线，您能借我一下吗？哦，好好好，你等一下啊。不是不让我上吗？别废话，赶快上来！你这一会儿上一会儿不上。啊，来了啊，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充电线落学校了，能借您的一下吗？哦，充电线哈啊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英子啊，晚上别看手机了啊，早点睡，注意眼睛。来，谢谢妈妈。晚安，爸妈，我睡了。晚安，好闺女啊，拜拜。行了，下来吧。我怎么又下去了呢？这不是让我上来的吗？这又让我下，我到底是上还是下呀？我在一个什么位置？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？你下不下来？我不下，我在这儿躺着挺舒服的。行，你厉害，那你舒服着吧。我去英子那儿住。这不都下来了吗？快！你现在真是长能耐了啊！你都给我翻的，我都找不着了。别人要睡觉。告诉你，那书你要掉下来砸着我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跟你，让你乱扔呢。
呀，到时候英子该看见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现在怎么还养成打呼噜的习惯？一晚上都没睡好。上床了，你起来，这干嘛呢你？找叔叔，这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地上太硬了。哎呦，我这腰酸背痛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晚上不等睡了，再睡我就上床睡了。你赶紧给我想办法。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那嘲笑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这玩意儿就是麻烦着呢，吹起来得半天，到时候撒气的时候也得半天呢。你告诉你就折腾吧啊，到时候再让英子发现了。我不睡这个行吗？我去看中医，人中医问我是不是住地下室，说我身上就全是寒气，你知道吧？就这地板这寒气给我弄的。你看看我这手腕。行了你，别说，这些年你还真是挺有进步的啊！这故事编的真是越来越像真的了。来，让。我编什么故事呀？宋倩，你能不能看在英子的面子上，你对我好点儿，让我睡床上？我这几天疼的我睡不着觉。怎么对你好啊？哎，乔卫东，你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啊？咱们当初怎么说的？啊，张口就来，谁说要跟你复婚了？我那不是一激动，可是结果好啊，英子多高兴啊，孩子。你既然结果好，那你就坚持啊，再多做点牺牲啊，继续。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你今儿干嘛呢？妈，我爸这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病了？哦，没有，他锻炼身体呢。你们还不睡呀？睡了。来，快去吧。能不能小点声啊？瞧你这点出息！刚英子都听见了。都没怀疑什么。我跟他说你健身呢。是健身。点出息，那么大声。这跟健身差不多。来，给。这什么呀？膏药，给你贴腰的。谢谢。感谢啊。哎呀嗨，来，我帮你吧，一样一样来。哎，快点啊！李老师和潘老师在屋里等我们呢。最后一班岗，为你们的未来最后一搏！同学们，让我们向着最高的烽火台冲啊！
开嗓，我觉得这声场不错。我想给你唱首歌。给我唱歌干嘛呀？这给你唱歌。那你唱吧。听我们为爱做的傻事，为梦流的汗，给未完的青春